日本店用一届的单调用品是真浪费，环境部要求业者对2025年开始就袂当个主动来提供哦。今仔早起，环境部搁再提出讲要来补助业者，把塑胶管仔的水用改做玻璃管仔，也是讲说饮水机，芒果一档会当来减少2300吨的塑胶垃圾。来到饭店大门，房间内洗头毛的、洗身躯的热仔、器皿甲扣刀全部拢有。毋过，煞是制造一改性的垃圾。环境部推动对明年开始，陆续业者袂搁再主动提供备品。最近搁较推出补助，希望业者加一改性的塑胶干仔改做以玻璃来抵水，加设饮水机。你的减塑房数有达到一定的条件，每案用3万块的方式来补助。建立区域型的玻璃明沼水重复填充系统呢，每案上限500万元的补助。陆续业者袂搁再主动提供备品，原本是2023年中旬就要开始实施，毋过引起真大的反弹。后来延到2025年，袂搁再主动提供的5星级的饭店，一开始嘛是互人批评，面册拢是负面的文字。坦白讲，要顾高品质的服务，甲减塑减碳有影是真困难。毋过嘛发现消费者态度的转变，1年之内骂我们的从9成变成6成。有陆续业者认为讲，饭店是用电的大户提供玻璃干仔，就需要洗，认为了电阁无够环保，违反净零排放的目标。清洗玻璃瓶还是要用那个洗碗机什么机？那些大量吃电的怪兽，根本就是绿色会计没有算好。业者建议，若准备互饭店减碳佮减塑，应该就要补助来买绿电。早起环境部办理宣导活动，部长边启明讲，生产塑胶干仔会排碳，若要洗玻璃干仔，只要方法正确，水电用了无介偌济。毋过伊嘛坦白讲，连5星级的饭店推动都拢有困难，所以改变观念要阁需要时间。记者综合报道。